耶利米書第30章。喺呢個 video 當中咧，我哋會咧繼續睇耶利米書30章啦，而當中嘅我哋會咧誒去閱讀啦12至15節喺呢度，而呢度咧我哋可以睇到嘅裏面嘅 theme 咧個主題咧就係以色列咧係無法咧治愈的傷口啊。OK 而呢一個無法治愈咧，就係話因為以色列嘅罪啦，已經係非常深入啦。OK 所以啦，神就話啦，佢要咧損傷以色列，因為以色列嘅不斷增加嘅罪，不單止佢個罪，佢現有嘅罪，但係佢仍然甚至係經歷好多嘅警告，好多嘅警告嘅之後咧，仍然喺度不斷咁樣增加緊啦。所以啦，我哋睇12至15節呢度咧，就係話要話如此說啊，你的損傷係無法醫治。OK，以色列嘅罪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啦，係神嘅審判必須要來臨啦，因為已經係終極啦，已經勸啦，或者勸就等於好似醫治啦。如果勸就聽佢哋悔改，咁就唔使去到咁極端嘅審判。但係以色列一直都不聽啦，已經喺呢一剎那啦，藉着耶利米啦，同以色列講啦，你已經無法醫治。OK，亦都冇人可以幫你辯護，冇人為你分析噶，或者幫你去辯護你啦。OK，而呢個一切嘅嗱，我哋14節同埋15節，我哋都見到主用同一個原因就係、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惡咧眾多嗱，所以你話你。誒。所以咧就係啦，曾用咧仇敵家的傷害你。OK，所以一直嘅喺當中裏面都係神都係用以色列嘅敵人一直嘅過往就好似亞述啦咁樣嚟去攻擊以色列呢啲Syrian 敘利亞咁樣嚟攻擊以色列啦，而嚟到呢一刻嘅時候啦，最終極嘅審判。係當其時嘅以色列要面對就係巴比倫，所以巴比倫嚟咧就摧毀咗聖殿，摧毀咗以色列好嘅城市，俘虜咗嘅以色列嘅人民咧，翻去巴比倫咧度咧做奴隸。OK。而一切嘅喺呢度，我哋見到14節同15節都係再提及咧，就係話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惡咧眾多，所以我哋明白得到咧，就係以色列嘅審判咧係一個好似一個病咁樣用嚟描述啦，係一個過程。喺佢嘅初段初階嘅時候啦，仍然可以醫治嘅時候啦，以色列係可以認罪悔改，但係佢冇。而不單止係讓佢嘅活喺佢哋嘅罪嘅當中，但係佢個趨勢喺呢度咧就係話咧越嚟越喺度增加緊啦嘅時候啦，已經讓神咧去到一個地步咧，就係話一定要審判先可以制止到你以色列而啦。OK，所以啦呢度我哋睇到咧，就係、甚至神喺度見到就係話，都知道你以色列咧會投訴，去到嗰個位就係話神會埋怨神，就係點解你你嘅審判係咁極端嘅？但係呢個神最尾就係去提醒以色列，你為何因損傷哀號咧？而咧神係去回應去呢啲咁嘅埋怨嘅聲音咧，就係話一切嘅都係你自己嘅罪孽啦。
甚大，罪惡眾多。OK，我哋就喺呢度結束啦嘅呢一個 video。